北市天母一个姓陈的查甫，长时间无头路，弄榴莲欠收费，真啊想空想芳，摕一支称型的赖达走入去大卖场，叫店员都要甲钱交出来。店员唔听伊的话，佫互伊拍着伤。落尾伊摕到5000块了后，做伊走。警察抓到伊，发觉讲伊进前一天就伫咧附近看地形，计划要来抢。 巷仔内这个姓陈的查甫人，一直日时安尼挂喙嗡，佮穿这条连帽衫，甲头甲惹着。看伊徛伫电话条的边啊，佮挑工咧闪避这个监视器。伊一个仔咧进这个卖场，一个仔佮四界探头探脑。原来伊是顺便要来抢隔壁这间连锁卖场。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怪？早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站在前面嘛，那个人怎么又来了？然后他前天就有在这边走，因为前一天就一个人这么热，不可能有帽 T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把口罩这样。这名陈姓男子案发前鬼鬼祟祟躲在电线杆旁边，被民众注意到了之后，他竟然冲去了超商里面行抢，而工具还是他抽烟用的打火机。这个姓陈的查甫人，伊长期拢无头路，伫咧顶个月11中昼11点外，伊个摕这个手枪造型的耐达，走去因大的附近这个卖场去甲人抢。伊一个入去到店内，佮讲伊这么长咧欠钱，爱店员摕3500块出来。店员一个反抗煞颠倒去，互伊拍着。毋过看到这个枪造型的耐达，就是讲是真正枪，都毋敢佮抵抗啊。这个姓陈的查甫人5000块摕到手了后，就是刷紧的走转去因厝。就是尽量不要反抗，尽量不要，因为公司可能会怕我们。 对，受到威胁。树林的警方伫个无到24小时内，就挽过抢电来抓到这个无前科姓陈的查甫人，嘛甲伊照恐吓处财、甲伤害罪来移送法办。原来伊抢来5000块嘛，早就开了了啊！这个人大路唔行行冤领，好人唔做做歹囝，唔但有前科，还佫爱去互人关啊！记者综合报道。